写完一张不配合检查。哦。同志，这里现在一起根据防疫有关规定，请你熄火，配合检查。请配合检查，配合熄火，配合检查。好。配合熄火，下手配合检查。到这儿了。眼睛不要动，配合检查。往先生是。我们来宾。配合检查。放开。放开我。放开我。好好道歉。强制带领人员一边，法院人员被车辆人员进行消毒。检查。工作人员一台。